凤梨，请问你跟好朋友有一起睡觉了吗？你娘老掰！叔叔 FB 加迄个 IG 受众群，哈，叔叔的女粉，瞬间嘞，掉2%嘞。叔叔po迄当阵，3月，叔叔带员工旅游去南投，叔叔发文，结果咧，随着叔叔乱写污蔑叔叔捧过的这个记者啦，卡来，林北接起来，喂。李宏伟，请问凤梨吗？我讲对，我们认识那么久了，你不用再问我是不是凤梨，你是不是在给林北偷录音？他说凤梨哦，以下简单几点哦，电话跟你访问一下哦。凤梨，请问你有女朋友吗？我讲没有，整了吧？他讲，请问你跟女生是你的女友吧？我讲不是哦，是好朋友哦 ，good friend 哦。他说，那请问你们有一起出游吗？我说有。那请问你跟好朋友有一起睡觉了吗？你娘老掰！叔叔有很多女生的好朋友。女生的好友，叔叔有可能跟自己的好朋友一起睡觉。叔叔，请问有进一步可能吗？就算有可能，被你们一搞，有可能也变不可能了啦，变成007啦，不可能的任务啦。叔叔带堆蓝头倒来，伫路林，叔叔看。叔叔 FB 加迄个 IG 受众群，叔叔的女粉，瞬间嘞，掉2%嘞，2%嘞，还是最严重的代志嘞。叔叔本来就是到处都是宝宝，叔叔跟每一个人，跟每一个女生，每一个女孩子都是很好的。保持很好的超友谊关系。叔叔还没有结婚以前啦，叔叔跟每一个女孩子啦，每一个女生啦 ，girl woman 啦，叔叔不会局限啦，不拘小节啦，你明白吧？不要这样一直污蔑啦！叔叔，我朋友蕾蕾下礼拜生日，可以祝她生日快乐吗？蕾蕾，如果蕾蕾漂亮的话啦，不要说叔叔祝她生日快乐啦，好人做到底啦。蕾蕾，你等一下私讯我，没问题的话，叔叔直接约啦，直接看要吃饭这回小酌一下。叔叔蕾蕾是男生，男生哦，男生哪里免啦？蕾蕾，生日快乐哦！生日快乐哦！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 哦！